现代台语版圣经笔录全书第2章，所以着弃杀一切的歹，一切的诡诈、假好、怨妒，甲一切的诽谤，着亲像拄出世的婴仔，真爱顺的属灵的恁，互恁通成长到得到救，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慈。着亲君主，伊是活石，虽然互人弃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，看做宝贵。恁嘛着做活石，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咧。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个石对恁这个信的人是宝贵的，毋过对毋信的人，去除师傅所弃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伫别位有记载，这块是絆脚石。是互人绊倒的石，因毋顺坦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。毋过恁呢？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；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恁伫世间做侨民、做寄居的，我劝恁毋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个情欲不是在攻击灵魂。恁伫未信者的中间，就有好行为，互遐个诽谤恁是歹人的人，通看见恁的好行为，伫主来临的日归荣光互上帝。为着主的缘故，恁着顺坦人一切的制度，无论是对最高的统治者君王，也是对君王所派来奖励做好的人。刑罚做歹的人的官长，拢着安尼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伊爱恁做好，互无知识的戆人无话通讲。恁做自由的人，毋通用自由做邪恶的借口，着做上帝的仆人。恁着尊重所有的人，着听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。尊敬君王，恁做仆人的，着恭敬顺坦恁的主人，毋若对善良温和的主人，连刻薄的嘛着安尼。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来忍受，是通称赞的。恁若做毋着，互人拍来忍受痛苦，有甚物体面？毋过恁若做好来忍受苦难，这是上帝所称赞的。为着这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，留模样互恁，要互恁通缀伊的骹步。伊无犯罪，伊的喙嘛无诡诈。伊受软骂，无骂倒转；受虐待。嘛无甲人威胁，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互咱用罪死，用义来活。对伊的受伤，恁得到医治。恁以前亲像羊迷路，现在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。